让你呢对我好，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，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是失明之类的。累了吧？ cappuccino， 你的最爱，我自己学着做的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好香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前2天说去医院看病，怎么样？出结果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我多注意休息，规律点就好。你这身子啊，就是金贵，这刚多少活儿就受不了了。明天我休班去看看医院。算了吧，好不容易歇1天，还是在家好好养养吧。想他了。我来，魏爷。没事，你歇会儿吧，你刚码完那边的货。没事儿，我多干点儿，你就少干点儿吧。怎么了？这2天没日没夜的帮我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来。来呀，我来吧，给我吧，没事，你去歇着啊。还有，以后撕这些货品上价签的时候，记得沾点水，别用指甲硬抠，又伤指甲又伤皮肤的。别光说我傻，自己学着照顾着自己。我知道。去吧，歇着去。我真的不累。那你累了就歇会儿啊。好。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日料啊，可以。我40分钟吧，我在玩具城给依恋挑个玩具。一会儿见。你好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 Hello Kitty， 可以录音。您看，按一下左边这个是可以录音的，再按一下右边这个是可以听到您的声音。您试试。依恋，帮我拿个行李。好的。依恋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哎，有什么话呀，非得上这儿说来，跟家不能说吗？嗨，这不也有一段时间，咱俩没在一块儿吃个饭、喝个酒、随便聊聊了。所以今儿就约这儿了呗。家伙还弄那么煽情。丁乐，咱这认识也有10年了吧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就喜欢跟你一块儿喝酒，听你在那儿耍贫。我承认。那个时候我确实挺封闭的，挺多事儿跟你没那么坦诚，但在我心里边，我把你林天乐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致青春呐！得嘞，来，都在酒里了，干了啊！我活到这个岁数啊，觉得最对不起的，最亏欠的，
那个女人就是依然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做什么事儿，其实都弥补不了什么，但我心里边很爱她，特别爱。但是我现在这种状况什么都给不了她，我觉得对不起她。不是，那你就好好对人家呗。你看啊，人什么都不要，就想跟你在一块儿。不过我得表扬表扬你，最近表现不错啊，跟换了一人似的，继续保持。哎，不是你呀，别老在那梅兰妮的面前表现，她老拿我跟你比，这两天老都冷嘲热讽的。行，以后不让她看你。其实我一直也没时间好好谢谢你。这之前是依然在你那儿，你一直挺用心的照顾他们娘俩，接着又是我住到你那儿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来，第二杯酒。嘿，这话说的见外了啊！天乐，还有第3件事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如果有一天，因为其他别的事儿，我离开你们了。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啊？不是，我就随便一说，我就真离开了。你答应我这件事儿。你说。替我好好照顾依然跟依莲，一丁点儿的委屈都别让他们受，行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听好了，这照顾依然跟依恋这事儿呢，要靠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话我明白了。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乱七八糟！我发现你喝点酒还花挺多还。没有，我就是瞎说。就咱换个边想，就你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一定会好好的照顾美兰妮。那肯定的，这不用你说啊。就说你跟依然没这关系啊，我跟依然也是朋友，他有什么事我肯定得帮忙啊。记住你说这句话。哎，我这又干了，我这刚喝了一点。行，干。哎你。干嘛这么盯着我啊？怎么了？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想把你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，想你的时候就翻出来好好的看。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你身边啊，还用刻在脑子里啊？要刻的。记住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知道，让我抱抱你吧。来。
期望一辈子都能这样抱着你。我也是。抱得紧紧的。喂，莫哲，你上个月不是说这个月回来吗？怎么没动静啦？没忽悠我吧？我还挺好的，我之前的设计都被录用了。哎，那个，我先跟你说了，我觉得有个人好像特像我爸。爸，兰妮，爸爸，兰妮，不哭不哭，孩子，不哭啊！爸，你最近都忙什么呀？我好想你们呀！我也想你呀，只是公司的事儿一直没有了结，所以呢，就一直没来看你。公司的事儿还没有结吗？钱不是都还了？都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好吗？我挺好的，我交了很多新朋友，而且我长大了，自立了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哦，都有工作了。说给爸爸听听。我现在在一个珠宝设计公司做钻石设计，而且我之前设计的图纸已经被别的公司给定了呢。爸爸，真为你高兴啊！爸，你怎么会到天乐家小区去找我呢？是莫哲告诉我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找你了。爸爸想问问你，你说的那个新朋友，他是不是林茂华的儿子？天乐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了，他对我挺好的，而且人也挺踏实。爸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呢，爸爸也就放心了。但是现在的社会，什么都得靠自己，尤其是谈恋爱，女孩子呢，不能太主动了。爸爸呢，建议你以后还是不要和那个林茂华的儿子走得太近。爸，您这次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？其实不是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看你现在挺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孩子，记住爸爸跟你说的话，别和林茂华的儿子走得太近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孩子。这不胡闹吗？建筑设计防毁规范里边有明确规定，房间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.9米，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.1米。这图纸上哪符合？这么干是要出大问题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停工吧？不停工你负得起责任吗？那刘总那边呢？刘总那边我去说，先让大家停工吧。好吧，那我去安排。
不好了，工地那边出问题了，骨架撑不住，就要塌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丹姐，6号桌的啊。丹姐，丹姐，我来吧。眼睛怎么老跳跳？天哪！喂，我是，你哪位啊？医院？是，我是他妈妈。啊？怎么会？要紧吗？好。少宇，出来吃早饭了。少宇，少宇，依然，我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内心有很多的疑惑，也会找很多理由替我开脱，但对不起。我和你分手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怎么了？他回家了。这什么情况呀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演哪出呢？这是？你们这吵架了还是怎么着了啊？赶紧打个电话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转拨。Sorry, mobile reception. 关机了。坐吧。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，为什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回来是因为我想通了，我不能扔下公司不管，扔下你不管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我的真心话。从小长大，我在你身边的时间不多，也没有好好的孝顺你。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失去了理智，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在情感上，我觉得我伤害你了。这些都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知道错了就好。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太干涉你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，你适合什么样的生活。去超市当搬运工，妈看着心疼啊。回来就好啊。我现在也知道了。
己适应什么样的生活。我想回到原点，做原来的谭少宇。过去的事儿咱都不提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还是新华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是我的好儿子。来，吃个橘子。谢谢妈，我先上去。这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啊？东西往这儿一扔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也别替他说话了。我工作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没有责任感的员工。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啊！啊，甩手掌柜当惯了的。没什么问题吧？还好的。怎么样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好，别紧张啊，他这骨头呢已经接好了，只要他好好休养，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别担心。大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可别成了残废啊！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一般的骨折，只要他好好的配合治疗呢，这腿就没什么问题啊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好好好，嗯，谢谢大夫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李爱宝，你告诉我，你孙叔叔让你去工作，我同意了。你说他能给你升职加薪，我还挺高兴，我帮你收东西。我以为你到工地只是去发东西、看看图纸，你干这么危险的活，你告诉过我吗？你这是摔了腿，你摔残了、摔傻了怎么办？回来！你们是他的哥们儿吗？是他的朋友吗？那么危险的活，你们劝过他吗？妈，他摔死了怎么办？你说人家干嘛？我这不还没死吗？阿姨，阿姨，不是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啊，你看给老太太急成那样啊，一句我没死就给你妈火了，那是你妈李爱宝。那我怎么跟她解释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上工地去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被单位开除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了50万把腿砸成这样？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我们帮你想办法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出今儿晚上，你妈就能把这来龙去脉都摸清楚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我现在发现你那么毒呢，你啊，一个人跑工地上睡觉去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呢？还忙着见天见不着人，还出差，哈，感情是一人啊，跑到工地上自个儿跟自个儿玩命去了是吗？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啊？你告诉我。林天乐，你是我哥们儿，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但是有什么事是你自己能解决的呢？你不还得找你奶奶吗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跟你说有用吗？你能解决问题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吗？啊？好，我假设啊，你今天没出事，你今天没被打到医院来，你就能保证你不撞见你妈？你就能保证你接完这活能找到下一个？你就能保证你们家老太太不为了关心你给所里打个电话？你能保证你能赚到那50万？你能保证吗？你什么都保证不了。你能干什么啊？你只能逃避啊！你躲得了初一，躲得过15吗？什么都不跟我们说，你以为不跟我们说这世界就太平了吗？啊！你以为不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不出事了是吗？你以为你不跟他说，他跟那个徐晶晶就没问题了是吗？那行，那以后咱仨呀就别坐一块聊天了，行不行？碰见好事咱坐一起喝喝酒，碰见坏事了咱就各玩各的，混得不好咱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你要的是这感觉吗？啊？是不是？说话。
李海宝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是砸着腿了，要砸偏点呢，砸到你脑袋上呢，咱就不用聊天，不用见面了，你知道吗？海宝，我们可能什么都帮不了你，但最起码你心里边有底儿，我们在你边上。李海宝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俩出去，把老太太请进来，你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跟老太太说明白了，好好说话，听见没有？啊？跟你妈气那样，走。爱宝被砸伤了，要不你过来看看他吧。你好，这边。阿姨，我就是想作为朋友来看看他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别担心，我答应您的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夏丹，阿姨上次跟你谈过话以后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我绝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怕我儿子见了你以后，我们俩上次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跑到工地去，又为什么会摔伤吗？他被公司除名了。为什么会被开除？就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炒黄金，耽误了招标，把公司筹备了1年的项目给流标了。而且他把家里的房产证去炒黄金，我想你肯定是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夏丹，我儿子他痴情，我知道他到现在都放不下你，要不然他不会不等招聘，自己偷偷的跑到工地上去拼命啊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不想住院，他怕医药费贵，他付不起，因为他要给你攒钱。今天的事情，医生说了，还好是摔着腿了，再差这么一点砸到脑袋，要真砸到脑袋，我儿子这一辈子这一个人真的要交给你了。依然，把伊莲给你带过来了。谢谢你啊，
没事儿。那个谭少宇今天一天都没有看手机，信息也没回。我觉得他早上的纸条可能是说真的。依然，我明白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不能不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啊。曾经给你带来伤害的人，也许永远只会给你伤害。谭少宇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，更何况现在，他更不应该这样。依然，这个礼拜幼儿园要组织互动活动。上次我和少宇帅哥得了第1名，现在我还想让他陪我去。依恋，我们不让谭少宇陪，我们让天乐，或者我也可以陪你去啊。行了，我们先回家吧啊。少宇帅哥在我娃娃里放了这个，你听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少宇帅哥为什么搬走了？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，他要出差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是多久啊？来，依恋，我们睡觉吧啊！你们大人都骗人，一段时间可以是1天，也可以是很久。乖，依恋，我们来把这个故事听完。我不想听他的声音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地理学家有一张桌子，成天不动弹，来记录着各个星球的面貌。如果商场的主楼包括这个大门呢，如果朝东侧开的话，那和对面建筑的这个距离是有限的，所以它的整个面积相对来说呢也会有限。它作为停车场来说，它就不够使用。那如果朝东边开呢？如果朝东边开的话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... 但是在这个位置要设置一个景观水池，所以呢，可能工程的时间要超期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在你们家门口，你出来一下吧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一直在这等你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
是依然吧？他找你有事儿？说只想跟我说说话，在咱们家大门口呢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说清楚，去跟他谈谈吧。好，我出去一下。你想说什么说吧。依恋想让你周六陪他一起去上亲子互动课。我没时间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依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请你不要再以此为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既然没有关系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录这个？我不想半途而废，哪怕讲个故事，我也要把它讲完。这跟依恋没任何关系，换成其他小朋友，我谭少宇一样认。少宇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又变得这么冷漠了？我们之前误会了8年，那都是因为你妈妈。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你怎么又这么对我了？我们之前都那么好了，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呢？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，没有误会，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呢？我就是想跟过去说再见，想跟你说再见，你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。我讨厌纠缠的女人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，行吗？是，你是为我做了很多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对于我谭少宇来说，这无所谓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，数额你来定，行吗？谭少宇，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，我说的不是人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？那我懂了，谢谢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别再让我见到你。跟这干嘛呢？有些事家里说不方便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哦，又是依然的事儿吧？劝了没用，早早回房间睡了，情绪还是很低落。这依然这性格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劝都没用，主意大着呢。你说这谭少宇吧，也是，这刚刚跟这依然稳定下来啊，这依恋的身份也明确了。你说这水到渠成了吧？在这坎节上，你说，哎呦，怎么来这么一出啊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呀？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只是依然被他折磨了8年，这还不够，什么意思呀？全世界都应该爱他，无条件接受他才对。不是你怎么突然间又这么极端呀？
不是前段时间还夸人谭少宇来的吗？这世界上啊，除了非黑即白之外，也有中间段。我不是极端，我是太善良，我就是被他蒙蔽了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老向着他说话？什么意思呀？是？我怎么躺着也能中枪啊？我这就事论事呢，也能说到我头上？男人都一样，怪不得从来不站在我和依然的角度说呢。一丘之貉。哎，我说你这是生什么气呀？这？这都1天没出来了啊，饭一点没吃，也没事儿啊。依然，那个出来吃点东西吧。天乐特地给你做了个松鼠桂鱼，他煮了2小时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过来尝尝。对，这松鼠桂鱼那味儿一闻呀，特别开胃。那个还有，你不是喜欢吃那个梅菜干炒腊肉吗？我也给你做了。你还想吃那个湖南辣椒？我专门找那湖南老奶奶店里啊，跟人要的，人都不给我，要了半天人才给我的，特好吃。你出来尝尝呗。这个特别香啊，这色香味俱全。那个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偷偷尝了1筷子，味道真的特别好，你不出来吃光啊？哎，你们还真吃啊？做演员是不是也得演得真实点啊？广告体验还体验的，我不吃我怎么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怎么形容它的好呢？哎，你出来了，要不你尝尝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不是那个，你们都别跟着我了。我这穿成这样，这么热下去跑步啊，这不得中暑啊？不是，他这心里头吧，可能特难受，这憋着感情呢也出不来。你想啊，平时咱俩都在家陪着他，他那感情闷着，你让他释放出来啊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这样得了，给他20分钟时间，20分钟以后啊，咱再下楼。那这菜怎么办？你不知道吃什么怎么办？依然，要不咱回去吧？这大热天的，你在外面这也不行啊。要不回去我们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对呀，你这1天没吃饭了，你这么跑身体会出问题的啊！回去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们知道你这心里头肯定特别难受，跟谭少宇这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陪你找他去，咱当面跟他问清楚，好不好？我找过他了，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多年感情还有依恋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
错了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当初也不应该生依恋，给他造成负担了。别这么说呀！哎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不是这怎么办呀？依着这性格，咱俩肯定弄不回去啊。你看着我，配合点啊！我配合你，不是你是。哎呦那个！哎呦，梅兰你那个你依然，梅兰你中暑了，过来帮忙扶一下啊！来，好了啊！来，这是冰镇薏米莲子羹啊，来把它喝了。梅兰，你中暑了，你给我喝什么呀？对，他不是中暑了吗？这时候喝冰的肯定不行。再说了，这玩意儿有点补，身体虚的人那个不能喝太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依然，你帮我喝吧。对，我盛都盛出来了，再倒回去该坏了，怪浪费的啊。来，拿着冰的啊，跟天外头跑了半天了，把这冰镇的喝了，对身体好。要不然你回屋喝去。哦，那火上啊，我还炖那个绿豆粥呢，你想喝我再给你盛啊。那个不是他，你不用管，他有我照顾呢，你放心吧。对，那个你回去休息吧，我再跟天乐，我们俩再那个说点悄悄话。哎。怎么着？演的不错吧？演的是不错，可这治标不治本呢。他下次再折腾，咱怎么办呀？我要是依然，谭少宇这种人，我根本不稀罕。是，哎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谭兆宇好好聊聊啊？这事还真得你去说。我这个脾气一到那儿，肯定噼里啪啦，我就给揍他一顿啊！你就跟他说，谭少宇，你这个混蛋啊！依然为你不吃不喝都快变神仙了，你就是这样对一个为你生过孩子、等了你7年的女人吗？反问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啊，争取把他约出来，坐下来好好聊聊啊。哎，那个绿豆粥，待会儿你也喝一点啊。依然现在呢是不吃不喝的，你是不是得把这件说清楚，不然会有严重的后果。我跟他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请你转告他，不要再来为难我，好吗？不是，我来找你啊，不是为了指责你，也不是为了声讨你。我相信你这次不打招呼就离开了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可是，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用了10年的时间，你发现你跟依然不是一路人，你们俩不合适。你觉得你这个理由，你能说服我吗？啊？信不信随你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劝我，但我觉得这事没意义，因为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行，你跟依然是成年人，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自己负责。依恋怎么办？啊？依恋是你们2个女儿。可以给他们钱吗？钱可以解决一切，可以让他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如果他们嫌钱少的话，还可以给他们支票，让他们自己填数字。你要不是我10年的朋友，我现在一拳我就揍你脸上。你刚才说那话是人话吗？是不是人话你听懂了吗？听懂就行。我今天来找你啊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依然这2天不吃不喝的，怎么劝都没用。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如果你愿意对他负责任的话，
你至少是个有良知男人的话，你应该把这事跟他说清楚吧？啊，你要是不能跟他说清楚，我觉得他不可能相信你现在做的这一切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再见一次。记得别带美兰妮，以她的脾气，我不想大家不愉快，我不想不欢而散，可以吗？就是这样，约好了晚上8点。哎，你干嘛不让我去啊？怕你砸场子呗，你自己性格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那么冲动。不去，我还懒得看他那个忘恩负义的脸呢。哎，依然，你这一次千万不要再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事情了。这次你就去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，出这口恶气啊！没事儿。分场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不看气氛说话呢？你这样说他心里不更难受吗？不是，我是要劝他想开的，我说错了。想开点，看你脑子长得挺小吧，真是没东西，我发现。